哇，好多人啊，好緊張，好耐冇試過喺個台度講嘢啦。咁大家好啦，我係陸信班嘅苗俊榮。話咁快我真係畢業禮啦。我記得中一嘅時候，班長理上我講過，呢6年好快就過㗎啦。咁我心諗，小學嗰6年咁漫長，中學邊有可能咁快過啊？我冇諗過，真係眨下畢業啦。咁睇翻呢6年，真係過得非常之快，可能加埋疫情嗰2-3年咁樣啦。咁轉眼間，我哋家字嘅日子今日正式結束啦。咁我咧都幾感恩可以喺我人生入面遇上家字呢間中學。喺呢度我受到唔同嘅幫助，亦都呢度俾咗好多機會我去改變。無論係第一次喺學校上台做吉他伴奏啦，定係有唔同嘅比賽或者唔同嘅活動咁樣，呢啲事都令我慢慢咁樣重新建立翻我嘅自信，變得勇敢同埋願意去嘗試唔同新嘅嘢。我仲好記得我第一次踏上呢一個舞台，喺我冇乜自信嘅時候，我當時班長 Miss Wong 俾咗一次上台表演嘅機會我，就係做崇拜吉他伴奏。咁當時雖然有接觸過吉他，但係都好耐冇彈過，再加上我冇任何上台嘅經驗，所以嗰次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咁我為咗唔喺呢個台上面幫住大家咁樣出醜啦，咁我係咁練習，再加上我受到師兄師姐嘅幫助，最尾 turn out 我嗰次崇拜都算幾良好嘅。咁對我嚟講都係一個新嘅起點。我都重拾翻我對音樂啊、吉他嘅興趣，更加學校夾咗隊 band， 啱啱大家勁大隊嘅朋友們啦，就係咁慢慢咁，我喺音樂入邊就得到治癒啦，算係唔再迷失啦，開始揾到自己嘅志向啦。喺夾 band 嘅過程中，我都受到好多老師啊、同學嘅認同肯定啦。咁我又間接影響我，又開始努力讀書咯。咁成績就比以前進步唔少嘅，都拎過唔少嘅獎學金。而家諗翻起，即係好奇妙嘅一天啦。如果冇當初學校俾呢一個機會我去上台做吉他伴奏啦，我就唔會愛上音樂，更加唔會去夾 band，唔會攞獎，亦都唔會企上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嘅台上面對住成千個觀眾做音樂劇。咁我都希望我有好似以前嘅師兄師姐咁樣，有幫助我哋家字嘅師弟師妹去繼續去揾翻自己嘅志向啦，揾翻信心咁樣。咁最後啦，我好感謝喺家字呢6年嚟有幫助過我嘅人，有支持過我嘅人，冇你哋每一位都唔會有今日嘅我。祝福大家 ，thank you。